由上水站 B 出口出發去明愛樂晴軒，向太平村北區醫院方向前進，沿住行人路直行。右手邊會見到去大樓嘅指示牌，我哋搭電梯落地面。根據大樓嘅指示牌，我哋過馬路，向右邊嘅行人路直行。你會見到大樓已經喺你嘅左前方。轉左，電梯大堂喺正前方，明愛樂晴軒喺8樓。由上水站 B 出口出發去明愛樂晴軒，向太平村北區醫院方向前進，沿行人路直行。沿左邊行人路直行。左邊已經見到大樓嘅位置。將來會有電梯。沿右邊嘅樓梯向下行，左邊會見到新大樓嘅標誌。落樓梯之後向右，沿住行人路直行。大樓嘅入口喺你嘅右邊。電梯大堂喺右邊，明愛樂晴軒喺8樓。由上水官立中學出發去明愛樂晴軒，旁邊係寶榮路體育館，沿住行人路直行。橫過馬路，記得留意兩邊嘅車輛。沿右邊行人路直行。已經見到大樓嘅入口，小心橫過馬路。電梯大堂喺你嘅左邊，明愛樂晴軒喺8樓。